左迁至南关是日孙上汉武族，一方雕琢九用天，色变雕用罗8000，本为圣条独八境，敢将随朽失残年，文明真领家何在？属用南关马不前，地主原来应犹豫，好修我骨将共变，一方雕琢九中天，色变雕用罗8000，本为圣条独八境，敢将随朽属残年，文明真领家何在？率用南关马本前，地主原来应犹豫，好修我骨将共变。